我是在地新闻，后来乡亲啊，咱继续来看国健署公布上新的国民营养健康的调查。7岁到15岁学童，每4个都有一个体重伤重。其他慢性病，像这个黑骨喘，全台湾都5万外囡仔带着这种的病症。国健署即卖透过个案的管理，要来监测到囡仔健康的状况，希望囡仔伫校园会当安心来学习。 读国小在出世就糖尿病，逐工食饭前拢要注意毒素，因为学校老师说无法度甲注射。幼儿园的时候就是被学校退学。预防儿童跟青少年慢性疾病是很急需要做的一件事情。 依照国健署最新的资料显示，台湾7岁到15岁囡仔有5万多个有血骨，7000多个有心脏病，有关其他慢性病有将近30%的囡仔体重伤重，1成空腹血糖有出现无正常问题，每1000个人都2个有糖尿病。慢性病的囡仔若因为破病请假，会去影响到学习，国健署嘛有注意到。 基本上是一个团队的一个介入，包括说老师也好，我们的校护也好，还有小朋友本身。另外很重要就是同侪中间、同学中间要互相的帮忙。目前全台湾已经有17间学校引进最新的教学模式，希望讲每一个心肝宝贝拢会用伫学校安心啊学习。